從長計議吓，自己同自己從長計議，點樣去發展落去嘅？因為而家其實係有一定嘅基礎同埋資源噶啦吓，咁但係點樣咧喺呢啲基礎同埋資源嗰度發展落去？例如可能用而家手頭上揾到嘅錢點樣去投資落去啦，又或者點樣去用佢哋發展落去啦，咁就好好咁樣參詳呢樣嘢係啦。點樣去用而家嘅資源呢樣嘢係好重要嘅，咁就會幫到你2026年咧嗰個金錢上嘅發展嘅係啦。咁啊呢個對你嚟講咧，2026年都係一個好大嘅轉咧，係比較緊張嘅。可能你會喺一個咧比較高壓嘅環境下邊工作啊，或者一個家庭裏面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壓力、高壓嘅狀況之下嘅。咁其實你係好有責任感同埋好有目標嘅，好想咧盡快咧可以完成手頭上嘅嘢啊，或者達成目標嘅嚇。咁變咗咧，你而家個狀況就好似每日去打仗咁樣，咁所以咧就比較難放鬆啊。咁而家俾你呢一個新一年嘅信息咧，就係其實你咧呢個環境可能就好難改變噶啦，係啊，你必須要喺呢個環境之下嘅。如果你仍然留喺呢個家庭啊，留喺呢份工或者呢個關係